社会人愈来愈多，长照是重要的议题。长照3.0预计是明年就落，会扩大社区照顾计划，长照机构的服务对象嘛扩大。不过是有学者表示讲，这病人当时会当对病院登去处理，这个阶段的评估的人力是真欠人，呼吁政府就要增加奖励补充卡手。 因应长照的需求增加，政府按算推动长照3.0。卫福部表示，政府会参考日本的做法，和基层的诊所合作，举办复健病房，也希望伫明年患者出院了后，收接的时间会当对4天缩短至2天。另外，也伫明年扩大长照的服务对象。 115年起扩大长照服务对象，新增评估期间符合健保的 PAC 的收案的对象。 包含不分龄的脑中风等6类收案的对象，只要是评估长照需要等级为2级以上，可于返家后衔接使用这个长照的给支付服务。长照推动委员会拜二开专家会议，针对缩短收接的时间，民团和学者拢支持，也讲这对长照患者和家属来讲是好代志。但是目前收接病院和登记处理这个环节的评估人力真欠人，呼吁政府要提关奖励金补充人力。就我所知，医院的这个储备小组的功能一直没有办法扩充，主要就是因为团队跟人力的限制。所以除了这个奖励金这个机制，我们今天他如果可以当日提供或2日内提供，我们提供奖励金这个机制之外，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措施可以去鼓励医院去扩充它的储备小组？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点。 长照3.0希望扩大社区照顾计划，整合居家、社区和机构这系统，分3阶段来落实健康老化、在地安老、尊严好保的愿景。会议上，各界也希望政府会当透过强化服务计划，落实健康台湾的目标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